想喺中山買樓嘅朋友注意啦，人哋買樓係要錢，買咗呢5個樓盤真係隨時要命，好多業主買完之後真係後悔到腸都清埋。但係仲有好多人懵盛盛咁問，話中介成日推呢幾個盤，話性價比高，又話係地板價，問我買唔買得過。今日我就同你講實話，呢5個小區就算中介吹到天花龍鳳，個價錢跌到攞你命3000咁嘅水平，你都千祈唔好掂，一掂你就輸硬。我今次講嘅盤有中心城區，亦都有喺鎮區鄉下位，都係好多香港朋友中意睇，同時又好容易中伏嘅板塊。我估呢條片一出實會抌爛成個地產圈嘅飯碗，發展商、業主仲有一班同行，分分鐘得罪萬幾人。但我保證，我淨係講真話，講實事，半點誇張都冇嘅。有半句唔實我自己孭飛。呢5個盤唔係買咗就綁死，價錢不停跳水，就係品質差，隱患多，住得心驚驚。尤其是最後一個，中介最中意推，客呢亦都最容易中盤，踩坑率高到離譜。呢條片喐咗唔少人嘅蛋糕，隨時會被舉報下架。快啲點讚收藏，轉發俾身邊準備喺中山買樓嘅朋友，唔好再俾人搵笨啦。第一個出場嘅就係當年紅極一時嘅馬鞍島保利天匯，依家係中山出咗名嘅維權盤，發展商偷工減料，偷到出晒面，業主未入伙就變成危樓。宣傳嗰陣呢話複式豪宅、空中別墅，收房即刻變成水簾洞，複式閣樓狂漏水，2樓滲水違建，質量問題一擔擔。最恐怖係咩開發商居然用泡沫牆板當樓板，好到薄到成張紙咁，業主單手就可以搣得爛。做樓板測試，有業主話企喺上邊呢都 feel 到搖下，話住響入邊等於個頭頂住個計時炸彈，仲有外牆鼓包、門框發霉，成個業主群都喺度投訴發展商敷衍了事，一味耍太極，最後維權鬧到上新聞，靠有關部門介入呢先有人理。以前癲嗰陣賣過3萬蚊，依家二手1萬蚊根本冇人接，你以為執到寶，實質係拿手煎堆。第二個坦洲朗斯新城，先交房1年幾已經被業主投訴到爆，上晒新聞。地下車庫嚴重漏水，變成威尼斯水城，排水系統形同虛設，一落雨就水漫金山，積水倒灌，樓梯間積水最深試過20公分。更離譜嘅配電房冇裝門，電線就咁裸露出嚟，樓梯間仲見到一條條鋼筋，原汁原味，冇批工業風。最攞命嘅係安全隱患，樓梯間積水深坑，行過跌親真係大件事。消防門壞咗，垃圾堆積冇人理。雖然話呢限期整改，但係好多問題根本未徹底搞好，業主一肚氣，簡直就係草刑人命。我就好想知道當初究竟係點樣通過驗收嘅。第3個樓盤講起都扯火，就係旗江新城嘅富源108，純粹嘅欺詐爛盤，買佢等於同自己過唔去，死錢買難受。當年吹到上天，自己話係城市地標超級綜合體中山嘅新中心，點知樓賣完就改規劃，商業用地大縮水，地標高度直接腰斬，成個項目貶值貶到暈，樓價即刻腰斬，質量更加係麻醒穿豆腐，提都唔夠膽提。首先第一係延遲交付，第二個交付現場慘不忍睹，廁所大面積空鼓漏水，走廊天花跌落嚟，下水道反水，成地黃金。公區裝修更係廉價到離譜，大門未整好就匆匆急住交付。入邊嘅園區棵樹矮過張凳，當初賣到2萬到3萬蚊一平方，居然全程用異地樣板間介紹沙盤，淨係吹規劃吹未來，話自己係高端盤，實質交付貨不對版，連7-8千蚊嘅小區都不如。仲有更離譜嘅事，物業曾經飲醉酒去騷擾啲女業主，呢個盤好多買嘅係香港業主，長期唔喺中山，依家想換咗間物業公司，難過登天。遇上呢啲虛假宣傳、減配縮水，妥妥嘅欺詐爛盤，呢啲唔叫買樓，叫做買難受。
第四個又係一個經典韭菜盤，石岐嘅華僑城天鵝堡，開發商資金鏈緊張，歡樂海岸開業就換運營商，酒店商業配套10年如一日，得個講字，遲遲做唔成。當年靠文旅綜合體做賣點，承諾同現實完全兩張皮。價錢方面更係跌到無底線，一降再降。依家清盤價近乎4折拋售，早期買嘅業主平均每間唔見200萬，堪稱中山近年來跌得最金嘅大平層。品質一樣，貨不對版，新房一交樓就漏水，車庫、房間、廁所、牆體通通滲水，有業主屋企漏咗半年都查唔出源頭，陽台玻璃自爆，天花大塊跌落嚟，業主上廁所再耐啲啊，都要被揼親入廠。最乞人憎嘅就係物業亂定天價停車費，遠超中山正常小區標準，仲要強制買車位，唔買就唔俾辦月卡，甚至限制臨停。小區業主連入你都入唔去啊！真係將坑業主玩到盡。呢個小區20歲嘅年紀，60歲嘅病，邊個買咗邊個續奉。第五個就係神灣嘅香山小鎮，亦都係中介最中意推嘅，話咩大灣區首個小鎮項目，宣傳話環境靚，望江景，環境清靜，養老度假一流，實質就係山卡拉地方，隔籬乜都冇，得幾間工廠同荒地，前唔見人，後唔見村，一晚望過去荒涼到嚇人。日常買餸煮飯，起碼開車10分鐘先買得到，生活極之唔方便。呢個盤一開始就延遲交樓，依家仲要換埋發展商。原本呢係南城抽盤，上年直接撤場，換咗粵財接手。最新航拍見到啊，施工進度起過慢過貴，定係起咗部分住宅，當初規劃嘅商業公園、學校、社區醫院等等，全部遙遙無期。後邊到底起唔起到成呢？其實真係要打個好大嘅問號。入到容易，出到難。呢啲位自住唔方便，投資唔升值，將來轉手呢又冇人要。難聽啲講句，即係送俾你啊，你都嫌佢隔涉。所以話喺中山買樓一定要避開兩類小區。第一類喺當初姚浩嘅時代嘅紅盤，大量投資客爭住走，呢啲盤放盤量呢多到滯，樓價只要越行越低。業主為咗出貨，價錢無底線內捲。今日你賣2萬，聽日佢賣18000，你平我仲要平。第二類投訴多質量差，發展商唔靠譜嘅盤，由收樓嗰日維權到住落日日心煩，再過多2-3年，潛在嘅質量問題一次過爆發，到時你仲慘啊！真正嘅好盤，要唔係地段硬淨，要麼呢質素過硬，要唔係流動性夠強，三者都冇一樣，買咗就等於攞苦嚟受。視頻最後，要打算響中山買樓朋友，可以將你嘅情況話俾我知，我會根據你嘅需求同情況呢，將合適你嘅盤通通列出嚟，仲有優點缺點，將價錢行情全部搞清楚，你再針對性去睇樓啊，肯定會更慳時間，少行冤枉路。最後，大家想買樓避下彎路又真心想買間好屋嘅呢，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白皮書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注嘅都有重大不利因素，響晒 ICU 入邊啦。美怪我冇提醒你哋吓。另外仲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每個鎮區嘅板塊優劣勢分析，入邊包含咗板塊4分能級排布，大家連接上方二維碼預約領取。仲有咩問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見到都會覆你。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係蕭生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